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Go 趴位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 Till Now More 很乱的话呢？就想要找发型设计师。而刚刚敏华提到的 Till Now More 就是头发了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发型设计师啊，真的超厉害的？你只要 order， 他们都说 OK， 没有问题。到底怎么办到的呢？带您去了解喽。如果遇到 Till Now More 太冲，或是剪短，或是想要变个发型，大家会想到谁呢？当然是找跟自己最合拍的发型撒给四。只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呢？让消费者的 Till Now More 都跟艺人一样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访问一下发型撒给四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对美发师来说呢，剪豆很重要咯。剪豆就是剪刀了。今天呢，就请阿 Sir 跟大家一起来学这个单字咯。剪豆。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厉害呢？不断要吸收非常大量的资讯哦，不管是杂志也好，媒体也好，网络在平时下班之后，甚至上班时间，我们都不断在做这样的一个学习。没错，就像阿 Sir 说的。能够成为资深发型师真的不简单，平常得要多翻翻杂志，多看电视，而下班之后也不得闲，依旧要拿起剪豆练习剪发的技术，才能够让自己的功夫再升级。最辛苦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洗头啊，洗头发。常让我们的手非常干燥。到后期学剪头发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很常剪到手，所以要经过很长的训练，才能够变成顶尖的美发师哦。是。想要柔顺长直发，还是想要俏丽的蓬松短发，不管你是想让 Till Now More 变成什么样子，他们只要动一动剪豆，就可以让你扁动降改发型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认识了不同职业的朋友，也学到新的词，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剪刀、剪豆、剪豆。第二个呢就是头发 ，Till Now More，Till Now More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头发太长该剪短 ，Till Now More 太冲，爱去剪短 ，Till Now More 太冲，爱去剪短。头发太长该剪喽，讲的是你吗？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